你看你家儿子给咬的，你看你儿子啊，这还能用吗？这都咬折了，看看看看，老师，这都咬折了啊！这都花钱来的这玩意儿啊！这孩子打小就开枪啊！这要电了怎么办呢？电了你怎么办？谁负责任呢？啊！志哥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，老师啊？这都咬坏了啊！老师，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我找个说法，我先问个说法了啊！怎么办，老师？你不管我可揍他了啊！我可揍他了啊！你起来，怎么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起来，起来，老师，我干啥呀？这是啊？护孩子是不是？护孩子是不是，老师？啊？